昨天是派中文卷子的日子，我考了100分。我用輕快的腳步走回家。一回到家後，我便將成績告訴了媽媽。媽媽的笑容溫暖的就好像漸漸攀升上來的太陽，曬在我身上溫暖得不得了。今天令我難以置信的是，媽媽竟然大發慈悲，買了一部最新的蘋果手機獎勵我。我激動得心花怒放，但媽媽和我約法3章，說你記住不可以把手機帶回學校啦。我拍拍胸口，鄭重地說不會的，而且你的乖女兒一定會遵守承諾的。今天一早，我卻改變了主意，想把手機帶回學校和我的好朋友小美炫耀一番。早餐後，我便神不知鬼不覺地從抽屜裏拿出我的手機，放進了書包裏，匆匆忙忙走出家門了。小息時，我迫不及待地把手機從書包裏拿了出來，叫小美到廁所一起看手機。小美用羨慕的眼神看着我的手機，令我感到沾沾自喜，下巴揚上天。突然，我一失手，手機從我的手上跌了下來，啪！啊！我尖叫起來，聲音大得可以把屋頂震破了。我的尖叫聲吸引了樓層老師進來，他拾起地上的手機，一看，手機屏幕已經破了，變成了蜘蛛網，我心痛極了。但老師沒有留給我心痛手機的時間，跟我去校長室。老師嚴厲地跟我說，在哪裏？老師責罵我的語速噼里啪啦的，就好像落在盤子裡面的豆子。最後還說要把這件事情告訴我的家長。我拖着沉重的腳步回家，一到家門，已經看到媽媽左手叉着腰，右手拿着拖鞋來迎接我。她把我打得雞飛狗跳，還要罰我3個月不可以用電子產品。經過這次的經歷，我明白了我聽老人言，吃虧在眼前的道理。我以後一定會聽媽媽的話，做一個乖孩子，做任何事情也要三思而後行。